科大学的学习分数公布，联利银行邀请企业用请员工的10大指标，替国内120间大学来拍分数。排第一的是成大，过来是阳明交通、台大甲清大。今日辅仁是唯一排伫咧前10名的私立学校。大学个人申请结果填6个志愿，分数甲兴趣真重要。不过未来出路甲薪水，嘛是学生甲家长考虑的重点。人力银行邀请企业为因上重视的工课能力、未来能力、产学力等10大指标，来评比国内120间大学的品牌。台大有6个项目拢是摕冠军，是占上济。不过若是看总排名，排第一的是成功大学。他们在整个比较重要关键的这个指标哈，他们有6项是拿到冠军这样子啊，只是分数加总起来的过程中是比他其他2个学校稍微落后一点点。可是我们要讲哦，其实他分数是有点不相上下的哦，就差个0点几分这样子。总排名第2是阳明交通大学，第3台大，第4清大。技职学校台科大甲北科大是第5名甲第7名。台科大除了论文力以外，9大指标拢比前20名的平均数更较悬。若北科大第3学历排头名。就是跟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具有的值得信赖。对于企业呢是一个忠诚，而且呢勇于面对问题、解决问题，把产业的需要导入到教学里面。所以我们看到学生在硬实力上面是所有学校之冠。附大伫工课能力、未来能力、产学力甲学军力表现拢袂歹，总排名第9名，是唯一一间排入前10名的私立大学。为企业的角度评比大学品牌，学生会当做选志愿的参考。若以大学的了解，企业上注重的工课能力是爱主动、爱面子；未来能力上重视的是人际关系互动，会以跨领域等的课程来培养。记者林晓慧、沈志明台北报道。